返嚟，第二節啱啱開始。頭先因為呢個手機太熱啦，曬得太耐啊，熄咗機啊。翻嚟啊！太陽太曬，個電話都不行了啊！好，同埋頭先啱啱暫停咗，因為大家見到球場側邊好多嗰啲 A board 啦，咁啊太大風啦，吹冧晒，咁啊安全問題，裁判吹咗暫停嘅頭先，即係定咗標嘅。而家翻嚟第二節嘅比賽啦。我哋嘅香港男子隊球場上而家有風仔 Eric 同柱鋒，係啊，另外一邊就仲有曾子同奇峰，大家繼續支持佢哋啦！除咗香港嘅朋友，仲有巴黎嘅朋友一齊入嚟。香港領先10分啊！而家第二節過咗大概1/3時間，仲有3分，即係過咗5分鐘，仲有10分鐘，第二節。
Jack！打波真係好辛苦㗎，加油啊！球員打緊波嘅時候，固之然咧係冇得遮陰啦，裁判都係啦。但係今次啊，我哋嘅記錄台啊，同 bench 嘅球員啊，都係冇遮陰，大家都要自己運位啦。仔打緊逆手問好，係啊，係啊，佢啱啱就扭咗一個得分，啱啱得分嘅就係42號公仔嗱，好 ，OK，夠，得分。好靚嘅防守同反攻啊！但係咧冇計啊！沙灘咧都唔知係佢啊凹凸啊，定係真係咩啦？天然嘅因素啊，個波去咗邊啊？包括個斜度啦，包括個地嘅平啦，太陽啦，風勢啦，yes。輸級別嘅防範，可以攞下一個例子好啲。Yes， 靚蛋。哦，佢放低。幾比幾？暫時咧，而家係第二節，過咗一半時間，分數係32比22啊！香港繼續領先10分。睇到啦！再進行咗換人嘅調動，而家鏡頭呢邊呢，就係卓倫同阿俊，咁中間係阿烈。係㗎，係啦，因為佢踢起晒啲色碟啊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裁判要即刻執翻啲色碟，如果唔係條線就歪㗎啦。坤坤加油！我幫你嗌啊，健健。
咁啱佢今次又冇 touch 到添，差少少啊！歡迎嚟到第3屆沙灘考古球錦標賽，只係第3屆咋。喺巴黎進行嘅香港隊男子對英國隊嘅男子第2節。第2節時間尚餘大概4分鐘，繼續喺香港領先啦。第一節啊，仲有大概30秒啫。啊！加油！連住30秒呢，個比數大概係而家係40-28，40-28香港領先。
咗。咁喺個波落地之前咧，已經吹咗雞咧，所以呢一球未有結果嘅話係唔計嘅。咁而家就第二節完結啦，有3分鐘時間俾球員休息啦。我哋翻嚟睇下。Oh, it's nice. 英國佬走嚟吹水啦，想透我把遮啦，把遮係放個電話㗎。辛苦啊！烈日之下，我企喺度都覺得有啲辛苦，同埋吹波都吹到有啲暈暈地，更何況要打波。繼續介紹下巴黎啦，超闊海岸線啦，睇唔到任何嘢啦，對面冇島冇城啦。咁呢個就係我哋 A 球場啦。A 球場係有多啲燈嘅，夜晚比賽咧係啦就可以啦。咁有啲觀眾席啦，相信都係 ceremony 嘅時候啲高層啦，或者啲嘉賓啦就坐喺上邊啦咁樣。然後遠處咧仲有一個細場，即係唔係叫細場嘅 BC 場間。中間就係 A 場咁解啦，呢度都有啲廳俾啲，呢度係俾人食飯嘅地方啊，係啊。會有午餐嘅到會喺呢度派發啦，大家就有飯俾佢食飯。大會提供午餐啊，同埋晚餐咧都要喺呢度一間，但係咧酒店又唔喺呢度喎。大家自己驚下啦。我哋翻嚟支持我哋嘅男子隊。啱啱第二節完嘅時候，個比數係41-28。Hello Longbo。大家唔好以為係我手震，雖然可能都係，其實係因為好大風。今次係世界沙灘巧固球錦標賽。即係世界各地嘅球隊咧，都喺度嘅會。而家咧男子隊咧就對緊英國隊。加油！啱啱嘅就係呢場比賽嘅台灣裁判啊！加油啦佢哋！好，第三節準備開始，個比分係由41-28繼續嘅。然後而家教練呢，就俾翻啲 reminder 啲球員啦。球賽開始第三節嘅上陣嘅球員有楚風加 Eric， 然後啱啱接波嘅係細佬 ，OK 係 out 㗎，touch out。係啦，咁場上嘅球員呢，仲有阿哲啦，同埋 Thomas 嘅。第三節開始，啱啱男仔攞咗1分啦，而家比數係42-28啊，42-29啦。香港隊繼續領先。
人咗咩？真係冇咩咁樣。啊，好手嗰個rock。好，取踩界。裁判啲手勢越嚟越得意，自創㗎。咩處風？左手打喎。打晒後排，Yes。下線，然後風仔上線。球場啊，氣氛啊，好似幾好啊！因為咧喺戶外啦，咁啊大會有啲音樂 keep 住喺度播啊，同室內有少少唔一樣，好似好 chill 咁啊！再進行換人，細佬 Thomas 下線，換上奇峰同曾志樂。我唔知佢哋係咩隊啊，但係佢哋喺度揮拳以
身啊！ Come on, guys, you're doing good. 見到啊，見唔見到啊？揮拳嗰啲咧，熱身嗰啲咧，飄啊佢哋，因為咧，佢哋全部一樣樣㗎。哦，喀麥隆 Kangaroo 係咪喀麥隆啊？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好嘢。只係得高矮嘅分別㗎咋。 踩界棍咯，裁判就執個色碟俾佢睇下，係啦，嚟踩界。Lucky Tom. 第三節過咗一半多啲，而家大概仲有6分鐘嘅時間，報一報分數。好嘢，報一報分數咧，睇埋呢球先，得分好，咁個分數已經去到53-36啦，50-36。sorry， 53-36啊，香港係領先。 哇，Well done, Tom. 上3，仲有5分鐘。 吹咗7分。
guys, last 3 minutes. Make it count. Good。Well done, Carl.係波噶咯。教練手指指話曳啊。Yes。我有冇過到去咧？大家睇唔睇到咧？時間上完分半鐘，係 outside touch out。Last minute, guys, last minute. Last minute， 最後1分鐘，烈日在頭頂啊！暫時時間仲有50幾秒啦，比數係60比40。哎呀！唔好意思啊，影唔到啊 Thomas 添。11號係邊個？再嚟，得分，好完。呢場比賽完結，香港男子隊對英國隊。最後嘅分數係62比41，咁喺度啊，62比41，香港勝出。係啊，啱啱打完呢一場啊，而家時間係1:09啊，但係男仔嘅下一場比賽就係3點鐘啊，係跟翻原本嘅賽程冇變動。係朝早嘅賽事 delay 啫。親愛的，邊個係你親愛的？我幫你叫佢飲多啲水啊。咁啊，大概個1個鐘頭鬆啲啦，3點鐘啦就會再有男仔對唔記得邊一個啦嘅比賽啊。咁繼續留意我哋嘅總會 IG page 會有3點鐘男仔嘅比賽，同埋4點鐘女仔對中華台北嘅比賽。3, 2, 1.